近來國際軍事動態頻頻牽動各方神經，一則關於印度計劃將疑似中國霹靂15航空導彈殘骸移交日本嘅消息引發熱議。據多方媒體報道，印方聲稱喺佢境內執獲該導彈殘骸，並有意同日本展開技術層面嘅交流。此舉唔單止引發區域戰略平衡嘅討論，更折射出中國喺尖端武器領域早已築牢防範體系嘅事實。霹靂15作為中國自主研發嘅先進中遠程航空導彈，具備超視距作戰能力，其技術性能一直備受國際社會關注。呢一次所謂殘骸嘅流動，從側面反映出中國軍工技術嘅領先地位，即便部分構件外流，核心機密仍然難以被破解。事實上，中國喺武器研發過程中，早已建立嚴密嘅技術防護機制，從材料研發到製造工藝，均設置多層防火牆，確保關鍵技術不因意外情況洩露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日本專家對該殘骸嘅高度關注，暴露咗其喺遠程空戰武器領域嘅技術短板。日本自衛隊當前主力導彈仍然依賴美國技術輸入，自主研發進展緩慢。若果企圖通過第三方獲取中國先進武器技術，無異於緣木求魚。中國軍事專家指出，現代武器系統講究整體性同體系化作戰能力，單一零部件嘅逆向工程難以複製整個技術生態，更遑論突破中國不斷升級嘅反制手段。從戰略層面睇，呢次事件亦折射出國際軍事博弈嘅複雜性。印度近年頻繁喺軍備領域東西逢源，試圖通過軍火交易提升國際話語權，但佢技術整合能力同戰略自主性備受質疑。中國則始終堅持自主創新道路，從殲20隱形戰機到霹靂系列導彈，構建咗完整嘅現代化空中防禦體系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喺國際軍控領域積極發聲，反對軍事技術嘅非正當擴散，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。面對可能嘅技術窺探，中國防務部門已經明確表態，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軍事安全。事實上，中國軍工產業鏈嘅完備性與創新活力，早已形成難以逾越嘅技術壁壘。無論外部勢力如何費盡心機，中國捍衛主權與安全嘅決心與能力始終堅定不移。